去暝点在流家巷，撞着迄个小姑娘，只是叫阮暗惊伊，又来动阮心忧愁。到底伊为怎样会来变成这个模样？不知啥人耽误伊的宝贵青春，束缚着伊的自由。早前双人也细汉，每日做阵心欢喜。伊有一对乌目睭，时常对人真娇媚。到底伊为怎样会来坠落这个花圈？现在想起，因阮生出忍笑的心，珠泪滴落出目镜。今夜又来流家巷，想要甲伊再见面，因好一时找无伊，又来因阮抢死心。到底伊为怎样会来寄阮甲伊做阵？明知男性抱着微笑忍笑的心，甘愿来予伊看轻。